新政府特别上任了，中共的军机佮继续扩大搅扰咱台湾。国防部今仔公布讲，有发现中共的军机45架次、军舰6只，伫台海的附近的活动哦。其中有26架次哦飞过海峡中线，离台北上近是无到40海里。另外，中国海警船哦，最近嘛定定来搅扰金门海峡，昨有5只海警船同齐出现伫金门那边的海峡，咱国海巡哦嘛进行驱离。恭请总统授勋。总统蔡英文亲身颁予国安会秘书长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等20个人勋章，感谢国安团队甲战舰小组做伙保卫国家的安全，佮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。感谢各位和执政团队牺牲努力，捍卫国家安全以及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。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前线小组。有黄之伟、海军、台船乃至中科院所凝聚而成的团队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实现一个我们共同的理想——国防制，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力量，让台湾更有韧性，也更有自信。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特别感谢战舰小组，展现国家建立自主国防力量的决心。不过，520新旧政府交接特别到，解放军继续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。国防部15公布讲，侦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超过海峡中线，佮进入西南空域26架次。另外有中国军舰6架次继续伫台海的四边活动。另外一方面，中国海警船也增加干扰金门海峡的频率。暂时搁再有5只海警船伫金门的南方海峡驻集，咱国海巡也派人对应赶走。中国海警14603，这边是中华民国海巡署，你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，请立即转向驶离。海巡署指出，这已经是5月份中国海警船第5摆编队驶入去金门的水域。520的就职典礼特别到，美国亚太驻钦空达14讲到台海，表示讲，即马当伫咧一个重要的时期，美方的重点有关是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，有信心会当应应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